来，因为我就办过柯南，有没有？什么样的惊喜呢？在今天的经文里面，耶和华说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。怎么说呢？其实我们的家族，我个人的家族哦，都是拜拜的，没有任何一个基督徒。那当然，我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，我当然就是跟着拜。所以对于进教会这一件事，根本就是天方夜谭，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在认识子灵之后，这一切都改变了。怎么改变呢？因为原本我自己的意念是我不可能进教会，但是我的岳母，她却让神来差遣，找到了永光教会。所以子灵在嫁给我10几年之后，她自己也进了教会。因为我的岳母她是第好几代的基督徒，但是很可惜的是，子灵嫁给我之后，她就不曾进过教会。所以呢，有一天我岳母在对面的麦当劳在吃早餐的时候，她突然看到，有一个很大的十字架，所以呢，她就先来永光教会，她先来礼拜3次，我岳母先来3次。她觉得说，这是一间还蛮年轻、还蛮活泼的教会，应该会很适合我，因为她屡试不爽。怎样屡试不爽？在我当兵的时候，那时候还在谈恋爱的时候，她还不是我的岳母，但是是长辈，所以那时候我就有到其他的长老教会去。进到教会就发生什么事情？一坐下来就睡觉，一坐下来就睡觉。然后日子一天一天过之后呢，退伍了，也结婚了。那我的岳母就升级为要叫岳母了，对不对？就第2个母亲了。她不放弃，她又找了台北的几间教会，一样就让我去。相同的事情还是发生，一进教会就打哈欠了。后来我就想说我不可能的啦，因为我觉得这样是浪费我的生命，对不对？浪费我的时间，就放弃了。我岳母她真的，你看她就不放弃。神他差遣找到永光教会，他来聚会3次之后，他很开心的跟子灵讲说，我有一间教会还不错，你要来哦。我岳母太聪明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子灵来第1个礼拜之后，他回去跟我讲说，下礼拜跟我去教会。你要知道那个承受那个老婆大人有没有？你下礼拜跟我一起去教会，有人说不吗？不行，对不对？然后岳母也讲了，好，总是当女婿的 OK， 那就来了。就一来就一发不可收拾，就经过这9年的时间，我人还在这里。对，感谢主啦！就是说，原本我在想说，我不可能进教会的这样的一个意念，但是神他却在他的计划里面，我在9年前我就要进到这间教会，他就为我预备了这间教会。那2年的时间，在教会2年的时间，我是2010年。来到永光教会，我在当年的10月2号受洗。2012年，真的这个神的计划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，因为我就参与4楼的建堂。开玩笑，神的殿当初一个小伙子是不可能进教会的小伙子，你想有可能来建造神的殿吗？不可能。在2年的时间。他也提升我成为执事，让在服事上面有更多的负担。当时有可能当执事吗？不可能，也许是当和尚之类的啦。好，对，那所以这样太多的不可能，太多超越我的这样的一个意念，真的这个神就让我就非常很好奇，为什么这种种的发生都让我是意想不到的呢？所以。在2年多前就等于是2016年，2年多前就参加一个特会。参加特会回来了之后呢，就坐在沙发，哇，就脚就翘着，就后来子婷就说：“老公你看一下。”我就看什么东西，他竟然拿了卓越神学院的简章回来。我一看，我想说我到教会就不错了，这神学院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不过拿都拿了，总是要给人家看一下，对不对？就看第1条，其实心里面就想说不可能。为什么不可能？因为要考圣经。虽然来教会6年多，开玩笑，圣经怎么
还没有看完，怎么考圣经，对不对？第二条更不可能，为什么不可能？要考英文。我国一开始，英文除了红字就没有变色过了，所以这不可能。第三条又更不可能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在每一季1年4季里面，有一季要连续2个礼拜是要上课的。开玩笑，我是家里的经济支柱，我有妻小要养，对不对？有这样的负担，我怎么可能2个礼拜完全都放空在神学院里面？不可能。所以我相信，在场几乎超过90%的人拿到这个简章，已经说不可能，对不对？不可能，对不对？但是你想，在神里的眼光里面，他会因为我的不可能就不可能吗？绝对不会。所以呢，在去年，感谢主，我本来有预备我的电脑，但是神他要帮我预备新的电脑，所以他今天让我宕机。再下一页，然后我可以继续讲。在去年呢，去年潘牧师他就跑来跟我讲：“哎，俊敏，有那个在职班的神学院，我觉得你可以去试试看，你可以去念。”然后我想说，在职班的神学院，我就问牧师说是什么样的神学院？哇，开玩笑，卓越领袖神学院。哦，你想我有可能说好吗？2年多前的那3条的不可能，就让我没去报名。经过1年的时间，不可能牧师开口就说好嘛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是不可能的。但是牧师他很属灵，牧师他的下一句话都会是什么？你回去祷告，你回去祷告，你看神的心意是什么？不要违背神的心意。只要听到跟上帝有关的吼，除了顺服还是要顺服，好吧？那就回去祷告哦。祷告，哎，心里有那么一点点的平安跟激动，有一点激动哦。会让我去报名的一个最后的那根稻草是什么？我跟神讲说，我已经有感受到这么多的那个信息进来，要我去念神学院，但是我觉得都还不够。神，你如果能够让我看到2年前的那一个简章，能够让我看到它的话，我就去报名。开始，你看哦，经过1年的时间，早就不晓得放到哪里去了，对不对？大家找，哎，找不到啊，找不到，就很开心，对不对？因为就找不到嘛。神的意念，他的道路真的就是高过我们，没有让你找不到的。有一天，牧师问说：“哎呀，你祷告的如何了？决定怎么样了？”我就说：“牧师还在祷告当中。”好，当天晚上回到家，一回到家走，哎，为什么那个简章会跑出来？我也不晓得。它放在哪里呢？放在我家传真机的旁边，是放好的哦。你有没有想到说，那个传真机其实它就是包括我一些资料列印都会用到那一台传真机。然后那个简章放在那里1年，我竟然不晓得它在那里1年。所以你看我的祷告，其实我那时候在找那个简章的时候，其实是找不到，因为它是放在那个地方。好吧，就没办法了，对不对？就一定要顺服了嘛，就去念了神学院，就去报名了。你看我要讲的就是惊喜的交响曲。当我报名了之后呢，头先以为说啊，反正1季3个月也才上课2个礼拜，对不对？上课写作业那就 OK 了嘛，对不对啊？没什么影响，就那么一点点而已。但是呢，真的是这样吗？念了之后才知道说它有如那个交响曲，高潮迭起。你看我就是里面那一只。念了神学院才知道，因为里面你让我同学哦，我同学里面有台湾的，有大陆的，有香港的，有日本的，有马来西亚，也有南非来的。里面有牧师，有传道人，有区长，有小组长，有明星，有学校的校长，有医师，有大老板，哇，点，把我那个子母画面先消掉。你看下面哦，我就是那个最小的那个娃娃。还好，圣经在2000多年前
就已经为我计划了。计划什么？他说神他会使用那个最小的。所以呢，虽然我是里面最小的，神说没有关系，我一样会使用你。他在2000多年前就告诉我了。所以你看里面有一个上面的你们的右边这个，他70几岁了，太厉害了，70几岁。等一下，因为我第一堂有听到秀莲讲，秀莲说她50几岁，我都要跟她讲没什么，人家就70几岁一样还在念。这待会他就会分享，我再看他要怎么分享。对，然后呢，里面就是那个右下角这个他自己已经有在牧会了。我们里面有两三位是牧师，他原本就已经有在牧会。所以你看，面对这样的阵容，你看我那么小的人进去，你说会不会有压力？当然是会有啊。所以呢，就开始，总共有16门课。分2年，前面有祷告学，然后有读经，有圣灵学、布道法、释经学、领导力、教牧学、讲道学。我现在是念到第2年的第1个阶段，就是教会历史跟那个讲道学加实习，上到这个阶段。头先以为就这样嘛，对不对？其实也没什么，很简单。殊不知，步步有惊喜，下一个惊喜又出来了。每一个阶段，就是说第1阶段结束，要到第2阶段开学中间呢，来念书，念什么书？1年当中念了14本书，里面包含我刚才那个主任还来跟我讲，你们有念1本书，我就说是 A 到 A 加，对不对？他说对对对，因为他是学财经的，神学院我头先拿到这一本书，你知道吗？它超厚的，它真的超厚的。然后我神学生为什么要念这个什么 A 到 A 加，对不对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但是我们神学院它就是这么可爱，反正你就是有关系，你就是要念就对，好吧？那就念。那还没什么，下一步的惊喜又来了。你看4张大地图，这个地图要做什么？讲那个教会历史，几年到几年发生在哪一个地区，做什么？要画旗子。旗子它要分颜色，红色、蓝色什么，4张地图你就去把它完成起来。真的是有没有很惊喜？这还没什么哦，这个还不够惊喜哦。你看，念神学院还要去爬那个4层楼高。你有没有看那个第3章？这张，这个姿势，差不多跟我大概磨了超过20秒钟有，那个手哦，好像被那个用3秒胶粘住那根柱子，根本就放不开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它那个你看哦，它旁边其实是没有绳子，它只有那个板子而已。然后你知道在上面走，它是会晃的。我怎么样放开，你知道吗？我跟神讲说，神你就救我，让我放开，放开，神帮助我放开就放开了，就往前走了。感谢主，他让我完成，这个是必须要完成的。这个原本那一天想要请假，因为知道说要爬那4楼高，这个对我来讲真的，这跟年龄没有关系。等一下我看到你要怎么讲，这跟年龄没有关系。虽然我年纪比他小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根本年龄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这个跟那个心里面你有没有办法去克服那个高度有关系。对，所以后来我真的是感谢主，他也让我非常安全的就降落下来了。所以呢，我们的神学院哦，一般我在念卓越神学院之后，才发现说，哦，原来神学院是可以这样念的。原来它不是单单只是说在神学上面这个经文它的意思是什么，所以它的教学其实是很多元化的。你看第一个，有没有看到我？我是在最右边那个。这一门学是领导力的那个学，那一门课。我们的这个小组得到第1名，有没有很厉害？领导力第1名，为什么能第1名？因为我在里面，对，没有啦，是因为我们这些的组员，这个组员是临时1、2、3，我记得是1、2、3、4凑起来的，对，所以不是原本的组员。那我们的组员其实说真的，我们对于这个领导力就想说啊，既然都已经
在上领导力，就要展现那个领导的那个风范出来。所以说真的，我们就非常非常的踊跃。不过确实我在里面也得到很多分呢、对，因为我也是属于那种很爱举手、很爱讲的那种人。哦，那所以呢，我们在领导学里面，我们这个小组得到第1名。那另外还有什么？参与服事。我在想说，念神学院跟这个服事，这个是一定要去参加的。你不参加还不行，因为他已经帮你报名好了，就一定要去。神学院神学生就是要服事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服事的意义在哪里？因为我们教会也会服事啊，但是我们教会大部分在带领的，差不多都会是比较我们讲比较高阶的人，在带领一些比较一般会有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他的这个服事呢，不是，因为他来自四面八方的教会的人，所以每一个都是领袖。我刚才有讲，我就是最小的那一个。所以呢，你如何能够在每一个都是那个领导人的身份里面，如何在服事过程大家彼此的那个顺服？我们里面这个是我们的这一队的组长，他很年轻，他才20出岁而已，20出岁。他20出岁带领我们这一组，有没有？他的后面那个，就我刚才讲，他是牧师。你要带领我们，他是组长，他带领我们。他头先说，哦，我就会害怕，因为他面对到我们这些长者，然后又有牧师。但是我跟你讲，在里面学习到，就是在服事里面，神他安排谁来带领，神安排谁在哪个位置，我跟你讲，你就是顺服。你没有说你比较厉害的啦，没有啦，你比较厉害，神就把你打入冷宫，没关系，对不对？所以在这服事过程当中，其实说真的，学习到很多，学习到什么？学习到当我有一天我要服事的时候，我一定要有这个精神，哪怕他才进教会半年，哪怕他只进教会几天的时间，当他要带领我的时候，我还是会顺服他。对，阿们。所以在这里面，我觉得我学习到还蛮多的。另外，我们在每次开学2周的中间会遇到礼拜6跟礼拜天，那这2天呢，神学院那边有明白的，非常非常明白的告诉我们，你们这2天一定要空出来，即便你教会里面有再重要的服事，你都要排除，有问题叫你牧师打电话来跟我讲。所以能不能请假？不能请假。那其实说真的也很感谢神啦，因为在这个时间，我们是到其他的教会去看，对，那都会到还不错的教会去看他们教会牧师是如何在牧养他们的教会。那每一个教会有每一个教会的特色，对，那很棒的一点是，我们的神学院的主任牧师，他特别交代我们，你所看到的不是要你回去挑战你们的牧师，而是你所看到的，你要回去，你可以让牧师知道说，你看到什么，要由牧师那边，如果神有给他这样的意向，他可能就是可以有更让神更祝福的教会。所以他要我们回去，绝对不是那种讲话要很大声的，或者是很主观，说人家教会怎样，我们教会应该怎样，不是这样。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也是一个学习啦。对，那接下来有没有看到这个照片？这照片一看就知道他要做什么了，对不对？就是要做很多事情，因为里面有打电话，有那个，所以呢，这个又是另外一个神学院没有说的秘密。什么秘密？除了前面3条我觉得已经很困难之外，这个秘密如果我早知道的时候，我可能就跟神讲说，我再多祷告一下，对，可能要多一样东西让我看见。但是呢，还是就已经念了嘛。你知道我们每一天，我们每一阶段结束之后到下一阶段开学，中间大概有2个多月的时间。那2个多月的时间，大概就是有10到10个礼拜。我们就想说，就是一般像那个学生放寒暑假一样，对不对？开玩笑，神学院没有在放寒暑假的啦，没有啦。虽然我们中间是没事，所以想说就上课写作业。我们每一个礼拜没有上课，每一个礼拜1早上9点到12点都要回教会。
我们讲 coaching， 我查了一下我们的那个学员的奖章，他就是写实习指导，指导什么？实习什么？就是你每一天的作业，你看哦，每一天，这是每天哦，每天祷告1个小时，读经4章，读英文30分钟，读书1个小时，导读1次，这是每天要做的。我们要填表哦，然后每一周你要认识10个新朋友，你要小组2次，你要牧养10个。所谓的牧养其实就是关怀啦。这个是每一天都要登记，每一个礼拜5要上传到教会神学院那边，每个礼拜1早上就是要让牧师看你这一周到底你做了什么事情。有一次我们在coaching的时候，然后就有一个题目，你来念神学院，你目前你遇到的困难是什么？困难是什么？我又发挥我那个特质，什么样的特质？我很爱举手，很爱讲，对不对？举手就上去，哇，就开始就做了。做下去以后，我就说哦，其实也不算困难，应该是讲有点心虚。怎样心虚？就是说，我虽然我的那个记录哦都不是100分，我大概都差不多介于70到80之间，就等于说这届的功课我大概做7到，对。那做7到8成，我上去我讲什么？我就说，虽然这里面我只完成这样，但是呢，我心虚的是，其他不是做的真正那么足的。就好像说祷告1小时，其实祷告的1小时是什么？是你要从现在8点，假设现在8点做下去，一直祷告到9点，这样叫1个小时。那我呢，没办法。我就从早上起床累积到晚上睡觉，就是有1个小时这样，包括谢饭祷告几分钟都要算进去，就有1个小时。那也不是要那个牧养，就是要关怀10个，有没有？这个我几乎都有满分。哦，这个很好拿分。为什么很好拿分？你知道吗？真的感谢主，他让我在青少年牧区，我只要找每个礼拜6晚上找10个人，你最近怎么样啊？最近只要就已经牧养10个，所以这个对我来讲比较还 OK 啦，因为至少没有在青少年，我还有小组嘛，我们的组员其实人还蛮多的，随便拉一拉、抓一抓，最近怎么样也5、6个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还比较好一点。真的像那个英文，真的就对我来讲，我刚才就讲，从来就没有除了红字就没有其他颜色，所以我就只好有时候呢，可能在工地的时候跟他们讲说，你放那个音乐哈，找有没有那个唱英文歌的。然后就是反正就是边看工地边听，那个就算是我有念英文了。所以会不会很心虚？会吗？但是呢，牧师他跟我讲，结束之后，我跟牧师讲说，牧师，我真的是好好工作，还有很多事情要做，真的是要做足，真的没有办法。但是我又必须要及格才可以。牧师他跟我讲，我觉得牧师是很仁慈的啦。他跟我讲说，其实你的状况我大概也知道了，哦，那我也能够体谅了。他说他相信神也是能够体谅你。他说其实做这个的目的是什么？他说我们信仰的生活不是只在这2年，他这个的目的是要让我能够将这些的内容成为我的习惯。反而重点是在神学院2年后，可能开始在更多服事的开始，可能就要做更多的这些的东西。我就跟牧师讲说，好，感谢主，那我就尽量。那所以呢，其实在去年1年级结束的时候，2年级要报名的时候，其实说真的，要汇款的前几天，其实一直很犹豫什么？就是说我到底我要不要继续念下去？因为到底我有没有办法继续再念下去？所以那个卡呢，那个提款卡放在皮包里面，其实还放蛮多天的，放到那个干事，我们神学院干事已经下最后通牒赖给我，就说，你的学费是不是还没缴？对，我是不好意思，要不要继续念下去？感谢主，他把我有这样的意念，他用他的方式把它盖过去了。
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，有很多我周围的人，他给我很多的鼓励，然后问了我一些神学院的事情，这样。其实说真的，我就是那种很爱讲的人，说讲哇就很开心，对不对？然后哇就开始那个烈火，哇就会开始燃烧了，好吧，就开始就转账过去，就报名了。所以在今年一样，就是我们2年级第一季已经有开学了。所以就是说，在这种种的过程当中呢，就像经文讲的，从我一开始一直到进神学院，有很多的那个意念，其实我自己的意念是 no 的，但是神他说 yes 的时候，你就是要 yes， 对，那他也会用他很多的方式，所以神的恩典他其实是超乎想象的啦。在经文的后面讲到什么？讲到这个恩典。所以其实我觉得我看到的是神他背后给我的，他要祝福我的恩典，对，他要祝福我的。除了我相信说，除了我个人以外，我觉得神要祝福的是还有我的家庭，还有我的小孩，还有我们教会的兄姐。我觉得更重要的是，神他要祝福还没有来到他面前，即将来到他面前的，还没有认识他的这些人。对，所以我感谢主。他已经在圣经里面已经应允我们了，他是丰盛的，他是创造的，所以所有一切里面，你们不要用你们的意念，你要知道我的意念，我是要差遣你们的。当我差遣你们，你们 yes， 你们愿意的时候，我的祝福就会临在你的身上了。所以在神学院的这1年多的过程当中，学习成长到什么？我觉得在服事的态度里面，其实我原本态度就不会太差，但是在神学院之后呢，我会发现说，其实所要面对到的、必须要做的，真的就尽力去把它做，所以那个态度会放在我的服事里面。对，我觉得就是说，包括我的服事态度，包括这个突破，我觉得是成长很多。那再来就是说，我的自我的形象，其实我的自我形象，我们在念那个自我形象的这课程的时候，头先就想说。形象，那就是反正就是穿整齐，然后就是要有洗澡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是整整齐齐的，对不对？原本以为形象是这样的形象，其实真正内涵的形象不是这个形象。真正的形象是什么？就是说，当你站上这个台上的时候，你都不讲话，人家就是大家看到我，是不是就知道我要讲什么了？我是不是就能够代表？今天我在上面，我所要分享的，这个是形象。那你能不能在人群里面，当你一出现在这人群当中，其实你是可以激励人的，其实你是有温度的，其实你是温暖的，这个就是自我形象。我觉得在里面学习到很多，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这个神学院里面所学的，真的是超乎我的想象，超乎我的想象，它真的是很多元。那再来有学习到什么？我觉得就是说在不论是在我在带领的团队，或者是我参与的服事团队里面，其实我个人的情绪改变很多。不要看我这样好像很好讲话，子琳她真的她就有应该想说升什么其中，是不是？国文也不是念得很好，对，反正她是很有感的，子琳她是很有感。我说真的。我在教会有时候在服侍的过程当中，看不顺，脾气就来了，真的，然后论断就来了。他怎么这样？他凭什么这样？他怎样？对不对？就开始就来了。我跟你讲，在神学院念的过这1年多，调整我非常多，尤其在讲到那个我在上那个领导，就得第1名那个领导学的那个，在里面你如何成为一个成功的领导人？我讲，第一个，你的脾气就要拿掉，脾气要拿掉。你要看到对方是比你强的，你要看到对方他的优点是什么。我讲，如果能够善用对方的优点的，开玩笑，你说的你总招是很好做的，你都不用做事情，就这些人就做好好的，荣耀归给谁？当然是归给主啦，归给主以外也归给对不对总招嘛？对，所以这就是说。这个整个一个观念，我觉得是有一个很大的转变。那再来我觉得就是张牧师，他在一次的 coaching， 他有讲说，我告诉你们，一位领袖
他是什么？他是秀胸襟，他不是秀肌肉。他要我们要心胸要宽广，他要我们要做一个有温度的传道人。他其实应该除了传道人，我觉得他要讲就是说，我们要做一个有温度的基督徒。所以怎样有温度？就是讲到那个神的爱的时候，不是用嘴巴讲，就像我刚才讲的，其实也许你的一句话，也许你的出现都没讲话，就看到我身上哇，充满了那个神的爱。这个就是要成为一个有温度的传道人。当今天气氛很凝重的时候，是乌云的时候，会不会你一进去以后就出太阳了？对，我觉得这是求神来帮助的啦。对，在这当中，我觉得让我学习到很多。那有时候一个意念的转变，真的就能够看到神的荣耀。我觉得在这一年当中，在神学院里面，我觉得我的信仰是更多元化，我不会只是困在，因为当我们知道圣经它讲什么，知道很多，那又怎么样？你有活出来吗？你有把它做出来吗？对，所以我觉得在信仰当中，不要只是那种让自己觉得我就是很属灵的那种，我讲出来全部都是那种很属灵的，哇，你要怎么样？我牧师有讲过，如果你是一个自认为很属灵的那个人的话，有很多人会因为你是这样的人，你讲的话他是听不懂的，他其实是听不懂的。所以你唯有怎样？唯有你自己就是活在那个很自然人，活在很自然的这个信仰里面的时候，当你的讲话，当你的笑容，当你的关怀，当你的祷告，别人他是感受得到的。对，所以在里面我发现我后来才知道说，为什么我要念经济学。我在上个礼拜我们coaching是杨永明牧师他coaching，他给我们作业。那他出什么作业？真的是太棒了！你想都想不到的作业，里面我没有办法完完全记得，总共有10条还几条？里面有什么？有蔡英文跟韩国瑜，你希望谁当选？为什么？很有趣，对不对？还有问题，之前有2个，一个是那个主领敬拜的，一个是作家离开，他们公开说我要离开信仰。你对于你是一个神学生的角度，跟你对于你认识圣经的程度，你如何来看待这个事情？很有趣，对不对？还有什么？还有对，啊，还有那个反送中，对，反送中，你对于反送中的看法是什么？然后还有什么？反正就是对。这个真的是，这个我本来要上去分享，但是我没有机会，我连举手都还来不及举手。在你每一个阶段里面，影响你的人，什么阶段？就是你国小的阶段、国中的阶段，然后你高中的阶段、大学的阶段，跟你大学毕业到现在的阶段，有这个每一个阶段影响你的一个人。我跟你讲，从来没有想到过要饮水思源，就是要再回时空。如果国小哪一个老师对我帮助，但是对我的帮助很大，因为我有发现到，因为国小我6年级的那个老师，他让我整个的那个内心的那个信心是转变的。为什么？本来这不是在讲章里面，我分享一下因为华语可以多一下。就是我上面有一个哥哥，然后我们那时候都有在玩那个遥控车比赛，是比赛然后比赛是一个在台上遥控，一个是要在下面，有时候撞车要赶快把它，我是在下面跑腿的那一个，所以在长期下来，其实我都是活在那个跑腿的里面。但是到国小5、6年级的那个老师，他是有在带那个弹射飞机的那个比赛。那弹射就是包括时间，包括花样什么，飞机是自己做的。那个老师他就跟我讲说，你那么调皮，感觉你好像精力很旺盛，然后跟我来做这个。后来我就跟他，
我真正从那一次开始，是真正可以自己去主导，是别人拉绳子哦，然后飞机是我坐，是我弹那个飞机，那个信心就是从那个时候真的就是建立起来。所以我觉得很棒哦，很奇妙哦。再来就是那个还有一个作业是要拍那个你灵修的地方，拍你灵修的地方，这个也很好玩。对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是要告诉我们啊，也许里面真的我相信应该是有一些同学他可能会心虚的，因为他可能是没有自己在coaching的地方，不自己在灵修的地方，但是我有了，所以我是有拍。那就是说这个题目里面，你看哦，题目里面它虽然都会要我们用信仰的角度来看待，但是我觉得不一样的是，牧师要我们做的其实是要我们成为一个有温度的传道人，就是说，对于现在所发生的事情，你自己一定要有看法，你不能没有看法。你没有看法的时候，别人来问你的时候，我都不知道，现在有发生这个事情哦，然后就训掉了，对不对？你如何能够来牧养人？你如何能够来造就人？能够来影响人？所以我觉得，透过这个1年多的时间，我相信接下来的1年可能是会让我更丰盛的1年。真的是感谢主，真的在这一条道路上，我也相信神他给我的会超乎我所求所想。那我的分享就到这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找一个比我大一点的，因为刚刚我最小嘛，所以他已经比我大，他是区长，就是小组长，我什么都不是，所以我们现在欢迎我们秀莲执事区长、小组长点。对。